早晨啊，各位老細，今日同大家傾下股市入面一種暴雨後嘅彩虹——陽普陰 K 線形態。睇識呢個信號啊，可能會令你捉住觸底反彈嘅機會。陽普陰簡單嚟講呢，就係兩條 K 線玩反轉。第一日跌出綠色柱體陰線，大家呢唉聲嘆氣，冇厘神氣。第二日突然間收出一條紅柱體陽線，將前一日嘅陰線啊由頭包到落腳。走投無路到絕地反擊，點解話可能係機會呢？譬如話之前嘅寧德時代連跌9日之後出現陽普陰，第一日跌2%，第二日直接升4%，就係典型嘅陽普陰。之後17日反彈咗超13%啦。另外要睇識陽普陰嘅核心邏輯：第一日陰線係空頭瘋狂咁樣擲盤；第二日陽線係開盤先扮下嘢下跌。收盤呢就拉高，主力喺低位啊靜雞雞咁樣吸籌。好似壓緊嘅彈簧一樣，突然間彈起，下跌趨勢可能就會終結啦。總括嚟講啊，下跌趨勢中嘅陽普陰更加可信，放量嘅陽普陰呢更加有力，疊加利好嘅消息嘅陽普陰啊就更加持久。